今日香港演藝圈傳嚟一個令人無比痛心同埋震驚嘅沉重噩耗，已故資深演員廖啟智嘅遺孀，前無綫電視當家花旦陳敏兒女士，於今日上午喺家人悉心陪伴下，喺威爾斯親王醫院因病安詳辭世，享年65歲。佢嘅一對兒子廖文哲同埋廖文信已經透過社交平台發佈訃聞，證實咗母親回歸天家。對於好多睇住港劇長大嘅成熟觀眾而言，陳敏兒嘅離去唔單止代表一代電視花旦落幕，更加勾起大家對佢同智叔嗰段相伴一生動人情誼嘅無限追思。呢一宗噩耗傳出非常突然。事實上，陳敏兒近年一直默默受到慢性病嘅困擾，健康狀況不時亮起紅燈。據悉，佢去年7月曾經緊急入院，接受咗一場腹部傷口長達14厘米嘅大手術，元氣大傷。一生經歷過兒子同埋丈夫相繼因為癌症離世，因此陳敏兒對生命無常睇得好透徹，深知自己身體嘅狀況越嚟越唔理想嘅佢，早於2年前嘅生日，就史無前例咁樣為自己舉辦咗一場生前告別會，邀請咗廖安麗、賈思樂等圈中老友齊集，趁自己仲有機會時向大家道謝、道愛、道別。呢種面對病痛同生死嘅豁達，令到今日得知消息嘅好友們悲痛之餘，更加感到由衷嘅敬佩。回顧陳敏兒嘅一生，佢同丈夫廖啟智嘅愛情故事，至今仍係娛樂圈中不可複製嘅傳奇。兩人相識於1979年嘅無綫藝員訓練班，當年入班僅僅3個月，智叔就鼓起勇氣向陳敏兒表白，兩人隨即閃電定情。到咗80年代，陳敏兒迅速走紅，成為咗劉德華拍檔嘅電視台當家花旦。而廖啟智當時仲喺綠葉階層度打拼，面對外界女尊男卑嘅質疑，陳敏兒從未有動搖，毅然喺事業高峰期嫁俾智叔，退居幕後相夫教子，兩人攜手走過痛失兒子嘅陰霾，直到2021年智叔為癌病逝，呢份心情從未改變。兩度痛失至親，如今自己亦都因病安詳離去。或許對於敏兒姐嚟講，呢一種係另一種圓滿。佢終於可以喺天家度同佢最愛嘅丈夫同埋兒子重聚，唔再受到病痛同埋思念嘅折騰。願敏兒姐一路好走，喺天國獲得永恆嘅安寧。唔知道曾幾何時，亦都被陳敏兒嘅經典劇集，又或者係佢同智叔嘅深情故事所感動過嘅你，聽到呢一個突然其來嘅消息，心中又有咩深刻嘅感受呢？歡迎喺下方留言一齊討論。如果你都中意用呢一種清晰、客觀而且充滿人情味嘅視覺跟進資深名人動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聽娛樂，打開小鈴鐺。我哋下一期再見。